这方面要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某李嘉芬，进前委托律师到婚姻地检署来告这个洪耀南，也有吴培阳和郑培芬三个人牵涉到妨害名誉。今仔日佫再委托律师到婚姻地法院要来提告，这届提告的对象是年代主播张雅琴，也有澎湖日报总编辑，还有这个报道的记者，咱做伙来听律师详细的讲法。就是提告的对象。是年代的新闻主播张雅琴，以及就是苹果的总编辑陈玉熙先生，以及其他就是为不实报道的记者。那我们针对张雅琴的部分，我们提高了标的言论是大约是在过去的2个月，从7月19号到9月12号间，张雅琴在他的年代的1800新闻里面，张雅琴挑战新闻这个节目当中所发表的这一些加重诽谤以及就是公然侮辱的言论。那其他针对就是苹果日报的部分，是在7月16号一直到9月12号间，他们在苹果即时的平台上面所发布的有关于不实报道，以致导致毁损我们委托人名誉的相关报道。那我们必须为委托人就是说明啊，就针对张雅琴为例哦，他在短短的就是40多天当中，就是大约40集的这些节目里面。那平均每一集都不止，就是说会讨论到毁害韩国瑜以及就是李嘉芬名誉的言论，那实在是会让当事人就是会不禁去联想到说，以及让这个社会去误信到说，黑韩的确是一个就是现在时下最流行的一个产业链，很难让人不去联想到说它是一门生意了。那还有就是说，就是我们举今天所提到的苹果即时这一些不实的报道而言啊。我们也必须再次为当事人重申，当事人并不是说贸然的要去兴讼，或者是针对任何对他是批评的这些言论而来提出告诉。只要是在经过合理查证以及合理的就是可受公平的意见表述之下，对于委托人夫妇而言，他们都认为这是宝贵的谏言，那一定都会认为就是要虚心的接受。只是就是进来的这一些不实的言论，那以苹果日报来说，他们这一些不实报道，很多都是逾越了就是合理的查证原则，许多都是针对明显就是非常不实的事实，那他们还大肆的报道，那也没有在事后为就是合理的查证以及就是平衡报道，那委托人才会针对这一块来提出告诉。那律师团跟委托人我们讨论的结果，我们接下来一样就是会谨守于就是合理查证原则，还有真实恶意原则。只要是逾越了这一条线，带有明显的恶意来贬损委托人夫妻的名誉，我们都会就是依法来提出追诉。所以就是今天委托人所提出的所有的法律程序以及依据都是有所本，并非贸然的起诉，或者是针对特定的人。对，那对于委托人来说，言论自由是民主价值的核心，那绝对会去捍卫这一个民主价值，只是也不能够让言论自由毫无界限的去蔓延，那来诋毁大家的名誉。